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毛蟹换桂路，天青青，月圆圆。毛蟹换桂路，要去海里生卵。人客客，车坐坐，老母一命呜呼。囝儿袂赴来出世。海风凉，海景水，车辆休路边，众人斗保庇，5分钟保护一生。毛蟹拜谢大家，赶紧去生看后代。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27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伊所写的《毛蟹换桂路》。所以去，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甲含义，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我写这首诗呢，就是看到一篇新闻报出来是讲，有一群毛蟹要过路，去互车搞死，大家拢感觉足可怜的。咱毛蟹，伊拢去倒位咧放卵、较生囝，伊拢爱去海里，所以毛蟹就翻过大路，要行过即个大路，要去海里生卵，要去遐生囝。毋过呢，咱过路的人，车一台一台拢毋知影嘛，就一直冲，结果拢甲毛蟹搞死。有一摆即个垦丁搞死足侪毛蟹。垦丁伊遐迄个海是毛蟹足侪所在，拢会去遐咧生囝。所以垦丁遐尾就实施讲护蟹交通管制、护蟹交通管制。来保护毛蟹过马路，毛蟹若过即个大路要海生卵大部分拢伫8月、9月才上济，可能时也较少啦。8月、9月才上济，所以交通局就规定一个护蟹交通管制来保护这个毛蟹，所以我就写这首诗天青青，月圆圆。虽然讲月亮圆圆，即阵是天足光的时阵，毛蟹换过路。毛蟹呢，伊要过大路，要去海里，要去生卵。毋过你看咱这若垦丁是毋是人足济，游客足济，当然车嘛足济，车当然无看到这个毛蟹啊。所以呢，车就拢甲毛蟹搞死。这个要去生卵的当然是母的毛蟹，所以这个毛蟹妈妈就一命呜呼。这个毛蟹囝呢，毛蟹卵拢袂赴来出世，就拢死去啊。即阵呢，大家拢看甲足毋甘，所以政府就来规定这个管制。有这个交通警察，也是讲这个义工来甲咱保护毛蟹，用几分钟互毛蟹行路，几分钟互车来行路，这个人直接管制了，这个毛蟹就较平安啦。所以海风凉凉，海景足水的。若毛蟹过时，车辆都路边休息啊。
众人就伫遐讲哦，不必即个毛会当平安过大路，会当去生卵还是生囝，5分钟保护一生。赛车的人平安，互毛黑更加愈平安，互伊去生囝，互这个毛黑囝生出来会当足平安。这个毛黑看到大家安尼甲因保护因过车路，这个毛黑嘛足欢喜，因过去大家说多谢，说多谢了，因赶紧要去生产因的后代。咱即个人客，这个客要安怎写？这个客倒手边一个甲，就是甲字边，甲一柄顶的甲，正手边一个头毛叶仔的叶，头毛叶仔的叶，正手边甲，倒手边叶，安尼叫做客，人客。车坐，这个坐要安怎写？水字边3点水，搁一个坐，整齐坐，安尼叫做坐。这个坐就是多多少少的多，很多的多，这个叫做坐。天青青，月圆圆，毛蟹翻过路，要去海里生卵。人客客，车坐坐，老母一命学好，囝儿袂虎来出世。海风凉，海景水，车辆歇路边，众人斗保庇，5分钟保护一生。毛蟹拜谢大家，赶紧去生产后代。这首诗的主角毛蟹，伫咱台湾真侪客仔底拢看会到。所以去，咱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志英老师来跟咱分享伊细汉的时阵掠毛蟹回忆。毛蟹是安怎？这毛蟹啊，伊就是有毛嘛，有毛啦。伊迄拢总有几对，拢总8对啊，几对的骹手，毋知是要算骹是手吼。伊拢对算的嘛吼，对称的。这边是这边一个，安那正几啊？其上少有上头搞遐有2支足大支的，那针啊，迄2支嘛。上少伫迄2支的顶悬吼，伊的针啊讲顶悬，大多数拢会发一寡毛，毛音就读做毛嘛吼，所以就毛蟹啊。伊的色大多数是毋是煮起来哦，毋是撒起来哦，是伊本来的色哦，青色安尼啦吼。所以咧，有个人会讲迄个做青毛蟹啦。毋过在咱嘉南平原吼，咱拢敢讲做毛蟹尔，咱看到拢共款迄落型诶，拢共款滋味真好。这毛蟹这吼，这种物件是咱台湾人较早吼物质真欠缺的年代诶一个重要诶蛋白质的补充品。所以咱过去台湾人大多数拢是足善良人占多数的年代啦吼。我所看到的，若讲半世纪以前50年前吼，台湾拢是你7点仔少白，大家拢变散，大家拢食番茄咧过日子吼。所以吼，大口早拢是安尼做平凡的家庭啊。所以大家拢爱想尽办法来顾巴肚，先顾巴肚才顾佛祖。所以吼，都有闲的时间，有迄个讲做事较清闲的时间吼。就抓砧来客人来背鱼，来背砧。古早人是用背砧，咱抓鱼方法真侪种啊。咱伫这嘉南平原的人吼，有火砧，有个普通的八卦砧吼，就背砧，家己用迄竹仔啦，兼迄个大枝网啊，迄个网差不多有一长4方迄尔大，就经迄个砧用4支就规竹仔迄2支的头拄头后。拔起来，这边2支成一个12形的，了后4角，再粘的网啊，迄个鱼网啊，4个角，
有锁仔了嘛，有一个角头嘛，迄个角头才绑担迄4个角嘛，伊是会成4个交叉的角，啊，调风车再搁一支大旗竹篙，啊，就落去溪底囥一时啊，豆豆啊飞起来，要起来动作袂当紧啊，豆豆飞起来，安叫做背簪，嘛叫做背鱼，比钓鱼较紧嘛，钓鱼你一尾要钓啊第时，啊，伊落就是一个网仔起来，啊，就有几啊尾鱼啊，几啊尾就安尼，啊，飞几界啊，安尼下昼用暗加菜就有啊。众人斗保庇，5分钟保护一生。毛下拜谢大家，赶紧去生炭后代。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黄志英老师主题讲解。府城小汇率的二姐庭安，也有小妹庭维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搁继续空中再会。